米奇与他的好朋友去游台南。那活动时间呢，就从我们9月9号开始到10月30号。这一连串呢，我们还会有搭配晚上的一个灯光秀，7彩的这个米奇与他的好朋友们会在安平油气码头等大家来哦。我来这边就是打工换宿了好几天，所以每天都要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感受，真的很棒，而且很欢迎全台湾的人一起来这边旅行。我就是每天散步会来这边，所以从他一来的当天我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连续3天都来。所以安平的居民应该很期待，非常期待。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安平是集结了食宿游购行娱乐的重要观光景区。今年9月，风靡全球的米奇与他的好朋友一同来到台南安平，悠闲漂浮在码头旁，相当吸睛。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欢迎各地朋友来台南一游，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非常高兴我们跟美国迪士尼公司合作，能够邀请到迪士尼的米奇家族来到台南，来到安平，来给大家介绍他的家族成员。那其实这个展览是当初筹办了非常的久，那经过很久的折冲，他们才愿意，而且是第一次在水上的展览。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度过一个快乐的，我想是展期至少1个月嘛，那大家看到这个米奇家族的造型，尤其迪士尼以这个唐老鸭或者是米老鼠，他们已经即将进入100周年庆了所以他们非常不容易把他们的玩偶能够出借给外面展览的。在这边我还要介绍几个客人这叫 Mickey， 这叫 Minnie 这个叫做 Bruto 这个叫 Goofy 这个叫唐老鸭，这叫 Daisy 这个叫琪琪这叫弟弟。我有下功夫的，所以这就是我喜欢安平的原因很谢谢这个迪士尼的米奇家族都已经来了那来到台南，来到安平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很多好朋友，大家费尽心思，在交通上也努力来疏导，在场地的整洁以及整个的这个场地都非常好这欢迎大家一起来徜徉最美好的亲子时光。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3、2、1，起起台南市长黄伟綽甲社会局长陈英基以及侪民代甲老人团体代表，共同突破带有影响幸福的气球，为活动掠开序幕。活动结合台南市侪校院以及老人福利团体举办，学员精心准备舞台表演，现场还佫有侪多元趣味的闯关活动。这摆嘉年华嘛，特别邀请画堂达人苏光祥以及人像剪影大师王丁义来制作100份的拍卡礼物，来提供中价做兑换。现场有价有算，佫有量，非常热闹。在水交社这个地方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园区，那找我们来自全台南市各地的，包括白河将军，包括安定的，还有其他地方的年长者来到水交社，我觉得别有风味。而且在地的我们市区内的年长者也都很喜欢来这个园区，因此呢，来这边办嘉年华会，让他们不管是童玩，不管是重温年轻时代的一些玩具，其实我看老人家都玩得很开心。我觉得其实也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过一个连假，过一个假期，这个是我们最期待的。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的银发族，也希望银发族玩得开心。根据统计，截至到8月底，台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数来到32万外人，是人口占比当中的17.75%。为着师长者健康老化，
政府积极推动相关老人福利政策，并积极媒合民间资源，用具体行动向长辈表示上大的关怀甲照顾。透过这款类型的活动，互台南市的长者会当健康乐活，把台南市打造成一个高龄友善的社区。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在民权路2段的小巷内，有社造单位将这个原本已经荒废的空间改造成为番薯旗1625中继空间，而且到了晚上还会加上灯光效果，让这里充满着奇幻浪漫的氛围。同时，为了吸引更多民众亲近这里，负责社造的单位更邀请艺术家进驻，而这次的展览就请到了作品深具疗愈效果的克里斯多插画生灵来设展。采访这天，甚至还有他的粉丝趁着来台南出差的机会，特别赶过来朝圣。因为我原本就有在追踪这个画家，然后刚好有看到 FB 他有 po 那个活动，对，然后想说，刚好今天时间上可以，然后就刚好站在他展出的时间，然后我想说，我就刚好可以在这附近呢，也是过来看一下这样子。实际走了一趟，感觉？我觉得因为比较可惜的是，我以为可以上去，然后不然我觉得而且刚好我来的时间点很恰当的是刚好灯光开了，然后所以我觉得非常美好。对。那他的画的特色大概是怎样？因为他是因为他的画是比较疗愈，我不会，因为其实我本身不是画画的人，但是只是说，因为其实他克里斯画家他那个本身的画就感觉让人家很疗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追踪他多久，但是真的还蛮多年的。对，我记得我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跟我一样大，对，所以已经很多年了。番薯旗1625中继空间，那我们是用艺术来再现我们的整个环境。那我们希望透过很多的艺术工作者，然后让他们用不一定是肢体的，或者是声音，或者是像绘画的方式，来呈现他们对土地的喜爱。那我们定时都会邀请很多从国际的，或是台北，或是各个其他城市过来的朋友，那一起参与我们这个活动。那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是一个网络上非常红的一个插画家，叫克里斯多插画森林的克里斯多。那他来我这边驻村了1个多月，然后他为了这个城市画了非常多他的幻想，所以也欢迎他的粉丝或者是喜欢看到幻想画作的人，好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参与这个活动。番薯旗1625特别以工程鹰架作为设计概念，因为除了可以配合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场景随时能做调整以外，同时也能透过艺术邀请更多市民大众一起讨论都市计划发展与历史古迹存续的议题。番薯旗1625中继空间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身份，它是在都市计划就是未明朗之前的一个计划道路上面。那这样的一个计划道路穿越一个城市里面，其实在台南是非常难以做决定的哈，就是道路到底是要留着好，还是要留着古迹。那我们这个中继空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谈论艺术来谈论这个话题，那更多的民众一起参与，然后大家给予意见。这个地方是否是需要存续？好，那这个应该是由我们市民自己来做决定的。好，那所以说这样子的鹰架正好就符合我们第一个我们讲这个弹性，然后一个中继，因为随时有可能市政府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就会撤还。那第二个事情是说，这个鹰架它可以随着不同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去重新调整这个舞台的架构，这样子。克里斯多插画森林在番薯旗1625的展览将展到10月底为止，喜爱这位艺术家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另外，展览结束后，策展单位也会将现场这些伞送给周围的邻里朋友，让艺术生活不只局限在这个基地中。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每年10月第2个礼拜6是世界安宁日。今年嘛，拄好是奇美医学中心慈恩病房成立满14周年，配合今年世界安宁日的主题，疗愈心灵甲社区，院方嘛主办系列的活动，对机构安宁疗护病院之间的研讨会，甲基层院所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安宁缓和医疗照顾网络，提升社区机构安宁疗护的专业智能。希望为病人甲家属带来更好的照护甲医疗。
我们奇美医院非常注重安宁缓和医疗，那我们开办安宁病房已经14年了，同时我们有全台湾最大的居家安宁团队，安宁共照，我们都非常的注意来推动。我们希望提供给患者在生命末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宁缓和的一个生活，能够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能够顺利的走完，那能够过上好的生活，那跟家人能够拥有最好的回忆。那让我们一起来推动安宁，让医院都是安宁的，世界都是安宁的。机构安宁是现在政府推动安宁政策的一个重点。那么过去很多长者在机构并没有办法接受到很好安宁的服务，那我们奇美医院的安宁病房的主治医师现在开始支援机构的安宁，让长者在机构也能够顺利的接受安宁的服务，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除了病院之间的研讨会，另外上午伫1楼大厅佮举办世界安宁日的活动宣传，现场除了患者家属的分享，还佫有音乐响应，场面温馨。爸爸的每一个不舒服，我都会很积极的去问医护人员该怎么帮助爸爸，才可以让爸爸的身体可以舒服一点。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天使们不厌其烦的帮助我们，让我爸爸最后一段路是身心灵都呈现非常舒服的状态，安详的离开。我相信他是笑着离开的。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现在都不痛了，灵魂都自由了，去更好的地方去旅行了。身为女儿的我也没有遗憾了。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好好珍惜还在身旁的家人，提前做预立医疗决定真的很重要。安宁病房缓和医疗可以帮助家人无痛。奇美医学中心对2008年成立奇恩病房，到2012年成立安宁疗护的委员会，甲缓和医疗中心。所想的病人无限是癌症末期，主要希望各种疾病末期患者拢会用得到成长，互末期的病人无论伫叨一个专科，拢会用得到安宁疗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互民众连线媒体有解读的能力甲素养，中嘉宽平三冠王相助车今日结合淡市医疗院所巡回13里社区所举办的课程，6号最后一场来到东区鲁良里，里长陈良斌热情邀请45位长辈来听讲座。据了解，老大人虽然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不过因为生理甲认知退化，加上手机网络普遍，所以让影响因接触资讯的反应。无论真假，真容易会将消息搁再转传。会中里长陈良斌甲东区议员王家珍、詹培雅、议员候选人郑志杰、蔡万琴拢到场肯定该课程的用心，对长辈有真大帮助。咱甲新楼新楼医院办这个活动，还有咱的这个庄家咱的有线电视家来参与就是要互咱提醒机这要安怎使用这即摆要安怎防诈骗、防一些对咱无妨害的代志，安尼来注意一下像今天办的媒体试读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个人是认为有心是不怕路长，但是呢，这个有心要能够持久。所以呢，除了我们媒体朋友们一起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做真假讯息的分辨之外，政府还是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跟大家做不断的提醒，类似一些诈骗啊、什么钓鱼啊这些问题呢，一般民众有时候是真的很容易就上当受骗。会中中嘉宽平讲述徐曼珍用轻松有种简单的互动方式，互长辈了解媒体素养上要紧，就是卖互媒体牵着鼻子走，一定要有怀疑的眼光，会晓听看听，并且运用来讯息查证等各种的工具甲平台来防止诈骗、拒绝假消息。媒体试读，赞！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
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由公益信托林玉玲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携手财团法人林玉玲宏泰教育基金会办理的玉玲台湾奉献奖，至今已颁发5个奉献奖、14个鼓励奖、110个甘霖奖。今年第6届玉玲台湾奉献奖得主揭晓，由财团法人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获得殊荣，肯定肝基会28年来推动台湾肝病防治及创新研究的奉献。我想要消灭肝病不是一触可及，但是假如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像玉林基金会，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或企业，他们也能够一呼百应，一起加入保肝的行列，我们消除肝病。
根除肝病的日子就会更早到来。未来10年，我们主要的消除肝癌，早期发现肝癌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全民护烧运动。台湾的国检，不管你有没有 B C 肝，每个人一定要1年至少做1次。假如你有 B C 肝，至少半年要做1次。这样的话，肝癌就不会太晚才发现，就不会造成悲剧。今年也颁发5个鼓励奖，分别由财团法人立新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上河歌仔戏剧团、财团法人天主教耶稣会台北新市社会服务中心、财团法人台北市科学出版事业基金会、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获得肯定。主办单位公益信托林玉玲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执行长林宏南说，恭喜今年的得主，也感谢他们为台湾这块土地的长期奉献。我们当时创办人他就是觉得这些默默为台湾长期奉献的人是很伟大，所以他就自己决定要办一个台湾奉献奖。对，那我们一开始办也就想说就是一位得主，但是遴选委员他们自己在选的时候就觉得，如果就这奖项只给一个人的话，感觉起来好像不容易做决定，所以我们就在第1届的时候又追加了鼓励奖。对，那一路这样走来，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到很多很伟大的奉献者。那所以我们当然办这个就办得越办就感觉越开心，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在长期为台湾在奉献，那你会被这些人感动。那我们也慢慢的也体会到，就希望未来也能够帮这些长期的奉献者，帮他们把他们伟大的事迹推广给台湾的民众知道。那希望也能够感动民众，让大家一起携手来继续提升台湾。奉献奖得主奖金新台币3000万，鼓励奖得主奖金新台币300万。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育龄台湾奉献奖的举办，让更多人学习无私的奉献精神，达到抛砖引玉之效，为台湾带来正面向上的力量。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虽然已经秋天，不过天气同款热热，加上水若啉无够，医生发现结节患者明显增加，研判甲饮食环境甲体质拢有关系。当然，袂少人有错误的观念，就是啉含有草酸的茶饮，加上牛奶变成草酸钙，就是结节。医生除了澄清，其实嘛建议有结节体质的，确实唔通加啉。其实这些饮料，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就是不能常喝啦。大概就是正常还是要多喝水。因为饮料多喝，你会说会结石，这是还没有证实说一定会产生结石。可是如果说你是有结石体质的人，你自己本身就是水就要多喝。那如果本身没有结石体质、没有结石过的病人，那当然你说喝这些多会不会有影响？目前是没有证据告诉我们会发生这些事情啊。而当然，如果你是之前有结石过的病人，那这些东西你当然是要尽量去少碰，然后另外就是要多喝水，来避免这个结石的再形成。医生进一步表示，多数结节平常并无任何症头，嘛无一定会痛。有一名48岁女性，则因为泌尿道感染，疼到外腰，就医才发现是腰肌正边生了7公分的六角性结节。经过医生以双镜连下喙石手术治疗，病况才稳定。所以医生嘛提醒有尿酸偏悬、有代谢问题，爱减食海产等高普林的食品。台南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